这过年前后呢，蛤蟆其实上好卖，也毋过即阵啊，台南七股煞传出这产地计数直直落的现象。根据了解，就是这量伤济，而且买的人也少，所以计数才会卖了无水。 公司加挂葱啊，再搁放挂蛤蟆落去煮，伫天气寒啉一罐蛤蟆汤不止啊烧热。毋过实际行去市场，今年买蛤蟆的饲草无因过好，反而讲近来确实销路明显较歹，因认为参整体经济有关系。所以大家经济不怎么好哈，所以也有较萧条。 所以生意有较萧条，啊，人客消费嘛较少啊，较少。台南市蛤蟆主要产地伫七股，因过几年前拢是蛤蟆上市的好时机。照理讲，产地计数拢会小可起，今年煞因为无因过遮尔热，需求量无大，致使影响到计数。另外加上婚林大西一带今年有提早咧收，量走出来嘛压缩到七股遮的产地。养殖户讲，因过这个期间大半收买计数一袋斤会使到100块，今年买1万价，致使落甲剩过60块。 因为进前大西是无几样出来，啊，即马差不多1个月前伊就开始出，啊，即马出的时阵，变成阮遮掠走袂离伊啊掠走袂离啊，啊量就极害啊。哎，同一个尺寸的这个文革大小的话，同一个尺寸哈，它比去年的价位大概低了3成至4成哦。 在这个池边交易的时候，毛养殖业者分析，因为袂少人会安排国内旅游，纯煞来产地买海产。不过近来大家安排出国旅游，加减影响到消费形态。因为大家都要出国的话，就其实玩乐、住宿、行销这边都会需求没有那么大，所以就导致于比较短销。 养殖户坦白讲，蛤蟆无法度放久，烦恼排斥，伊嘛烦恼天气若转变，蛤蟆嘛较会有变化。在这款压力之下，伊希望政府通协助拓展通路，稳定产销，避免减少一直落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